擴招咁多大學生有咩用啊？都揾唔到工。如果一間公司或者工廠生產嘅嘢賣唔出去，咁就宣佈破產同埋倒閉㗎啦。但係大學培養咗咁多大學生，一畢業就失業，你間大學仲有咩面可以喺社會上面屹立不倒呢？就憑你叫高校就高貴啲㗎，淨係識收學生啲學費。我以一個公民嘅身份強烈建議啊！第一，大學要同用人單位簽合同、簽合作協議，等啲學生呢可以將理論同埋實踐結合起身，培養工作能力，真正可以做到畢業就揾到工。第二，啲就業率唔達標、唔達到社會平均水平嘅大學，佢哋嘅領導班子就炒咗佢啦，留喺度有咩用啊？第三，就業市場唔需要嘅專業就即刻廢除，唔好誤人子弟啊！唔以就業為目的嘅大學，根本就係侵害緊家長同埋學生。我哋家長供養一個細路，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畢業10幾年啊，家長付出咗幾多心血啊，使咗幾多錢落去啊，操咗幾多心啊！啲細路每日睡眠都嚴重不足，捱咗10幾年先攞到呢個所謂嘅大學畢業證。呢啲專業應該係因為市場需求而設立，而唔係為咗滿足某啲團體嘅利益而亂咁開設。呢啲根本就係耽誤緊學生，連家長都俾佢哋耽誤咗。我哋嘅細路讀大學，首先係為咗揾錢有飯食，將來有能力先至可以有更好嘅發展，先至可以回饋社會，對呢個社會作出貢獻，而唔係讀咗4年大學，攞住個文憑就喺社會上面遊蕩，或者返屋企嗰度躺平啊！太寬揾老飯，包你唔使煩。